三番不撤，必成后患。倘若皇上下定决心，奴才愿带兵南下。这份情报，二哥是从何而来？这是几位朋友游历西南时所听见看见的。二哥，这是国家大事，怎么能凭着几个朋友的闲话就做决断呢？这怎么是闲话呢？这是他们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，绝不会有半点差错呀。三藩之事非同小可，他们都是我大清入主中原的功臣，镇守的是我大清的南大门，即便要撤，也不能轻易为之啊。当年先帝让他们镇守西南，不过是权宜之计。哪个说是权宜之计啊？恩威并济向来就是皇阿玛的御臣之道。二哥，恐怕你又是受了什么人的怂恿吧？我带兵平反，为的是咱们祖宗江山，为的是皇上你。难道我忠心事国，也需要什么人怂恿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有这份心，好得很。朕只是说，你现在是豫亲王，既然是王爷，就要给王爷做出个表率了，不要再像这样妄议朝政了。坐。奴才告退。皇上不怕伤了二阿哥，这份密折可是非同小可。朕知道这道折子的分量。那你刚才没有看到福全的样子吗？朕断定他是受人怂恿来向朕讨要兵权的。皇上还是疑心安亲王，他已然上过安亲王的当，难道还会？人无二过，做到也难。不错，福全忠厚并无二心，但这忠厚若是变成任人拿捏，那就更加可怕了。朕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个兵权交到他手里。看来这一仗，真是非打不可了。奴才觉得皇上还是三思，三藩这只要头，朕别无选择。朕想了很久，亲了朕也未必就是真正的皇帝。鳌拜的事、惠嫔的事，乃至停止圈地、整肃吏治等等大事，朕都要被人掣肘，被人说三道四。这就是因为朕在臣子的眼里远没有太祖、太宗皇帝的威望。打吧，朕要在平藩异议中打出朕的威望。杨九公，传明珠所图进宫议事。这。阿哥，这些日子你跑哪去了？我好几次去找你，快让我看看。二哥瘦了，也黑了，不过比以前更壮实了。做了几个月的林中猎户，自然粗壮了很多。去见过皇上了？看见青格儿了？他就住在慈宁宫。走。去哪儿？到我寝宫去坐坐。哎。二哥，你倒是坐呀。二哥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决定离开京城，到关外去。去玩吗？我也去。我这次去，就不回来了。你也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吗？不回来？这怎么可能？华奶第一个就不答应你。只要我自己打定了主意。我知道为什么，还是因为青格儿。我才不信呢。二哥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那天我见到了苏沫儿嬷嬷，她告诉我，青格儿放弃了修行，回到了慈宁宫。华奶还有意给她找个好人家。既然说了要给她找个好人家，就绝不会给皇上做妃嫔。妹妹，我知道二哥哥要说纳兰性德，这次惠嫔生产，他又卷在里面，他已经不在宫里当差了。而且花奶绝不会把青格儿给了他。这么说来说去，二哥的机会不是又来了吗？
二哥，只要你有心，这一次我一定帮你，而且一定帮成你。格格，青格尔格格来了。妹妹这么着急找我来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人想跟你说说话。谁呀？进来就知道了。青格尔，原来是二哥。你们有日子没见了吧？咱们好好聚一聚，我去找些酒菜来哈。二哥还好吗？还好。最近是不是又养了很多好花？我已然与花草绝缘了。为什么？与花草为伴的人，不该是个庸人。二哥何出此言？阿玛有句话想托我告诉二哥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。什么话？上次二哥能决然退兵，是大清之幸，也是二哥之功。阿玛想对你说，谢谢你。敖伯伯的心意我明白，可是那件事是我今生今世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。如果不是你和老祖宗的阻挡，我是绝不会罢手的。我会取回那原本属于我的皇位，做我想做的事儿。第一，我要请出敖伯伯，他仍是我大清国的首辅大臣。第二，取回我魂牵梦绕的女人。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。我知道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。如果有来世的，我不要来世，我只要今生。这几个月，我躲在猎场里，原本以为与野兽的厮杀可以消除我心中的痛楚，可是每当夜深人静，那林子里的风像是吹来了你身上的香气，那夜鸟的低语像是你在我耳边低语。从那一刻，我就知道，我不能没有你。阿哥，我求你不要这么想。我青格儿是一个没有福气的人，自小就死了额娘，生父又战死在战场，待我如同亲生父亲的阿玛，如今又被囚禁在城郊别院。也许我生来就是一个不祥的女人。就算你是个不祥的女人，那你可怜可怜我这个不祥的男人，让我们一起离开这儿，离开京城，离开这个让我们伤心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被封了豫亲王，朝中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你去做。你错了。你以为皇上还会信任我吗？逼宫的事儿，他永远会记在心里。如今的辅权，只不过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行尸走肉。现在能支撑我活下来的念头，只有一个，就是你，就是你亲哥。上次的事情，我的心已经死了。只愿古佛青灯了此一生。虽然我现在又回到了慈宁宫，那只是因为我的阿玛还在，我不愿意背逆老祖宗，也希望可以为父亲尽一点孝道。青哥，你是这世上最善良的姑娘，是天神下了眼。如果你是为了尽孝道，我等你，等你有一天为他老人家尽了孝道，等你有一天把你的心交给我。
丫头，你怎么了你？还眼泪巴巴的，是谁欺负你了？是宋儿有事要求皇阿奶。好，说吧。丫头要的皇阿奶什么时候拨过你啊？快说。这可是皇阿奶说的。那宋儿就说了，您就成全了青格儿姐姐和二哥吧。皇阿奶，我请您成全了青格儿姐姐和二哥。哦，苏沫儿啊，那些南洋贡果呢？啊，快去端来，给我宝贝孙女儿拿过来。快去拿。在听着皇阿奶说话呢。哎，是不是青哥让你来说的？不是。那就是福全了。哎，不是呢。瞧瞧，我这宝贝孙女儿啊，也管起别人的闲事来了呢。您就成全他们吧，我看着他们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。这青哥儿啊，是我的孙女儿，福全是我的孙儿，咱们大清可没有兄妹通婚的规矩啊。那青格是你的干孙女儿，只要您下道旨，把孙女变成孙媳妇就结了。这不是笑话了吗？这样朝令夕改，全天下的人，哎，都会笑话我的。您当真不答应？不是皇阿奶不答应，是没有答应的道理啊。您是不是怕我皇哥哥啊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哎，你去找谁呀？找皇上。这丫头，老祖宗，要不要叫人把他拦回来啊？他这话要对皇上说出口，说不定又会惹出什么风波来啊。还是赶快找个人家，把青格儿事给了了。要是成全了二阿哥和青格儿，皇上和福全之间不能再插上一把刀了。青格儿能走出宫去，倒是件好事。可是以青格儿现在的身份，又找个合适的人家，也不容易啊。我想起一个人来了。谁？我再想想。格格，我皇哥哥在吗？在，我去给格格。哎，早就看见你了，吓死我了！怪不得人家说皇上是千手千眼佛呢。干嘛？找朕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事就不能来看看皇上？皇哥哥也当了皇阿玛了，当皇阿玛的滋味一定好过当皇上吧？你说的没错。皇哥哥，帮二哥哥吧。帮二哥？朕已经封他做了玉亲王，他有什么不高兴的吗？一个亲王算什么？他现在心里还在念着青格儿。这件事朕帮不了他。为什么呀？再说这是皇阿奶定的事。不，你是皇上，你就是能帮他。做人不要得寸进尺，他已经做了王爷，就不要再得陇望蜀。二哥哥从来不是个得寸进尺的人。当初5万大军在城下，他只要再进1寸，现在的皇位就是他的了。放肆！那是他的罪过，你还要把这件事拿出来给他表功吗？我说的是个理，二哥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哦，那朕就不重情义了。如果朕不重情义，会有他今天吗？皇哥哥真是重情义，就不会不成全他。朕为什么要成全他？哪怕是为了青格儿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皇哥哥喜欢青格儿，可你为什么不娶她呢？还不是因为他是汉人，分了做皇上的忌讳。你不娶她，又不成全他和二哥，难道就忍心让他一个人在这宫里老死一生吗？闭嘴吧！给朕回宫去！给朕出去！皇上，端美格格不懂事，从小又没受过这样的责骂，请皇上宽谅她吧。都是皇阿奶把她给惯坏了。曹英，你去好好劝劝她吧。这。
哥哥。好你个滑溜的东西！你刚刚明明在旁边，为什么不帮我讲话？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段明从小到大都……是啊是啊，我们哥哥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样的委屈。我求都求你二哥，这错了吗？不错不错，刚才皇上发了脾气后也后悔了，他知道你委屈。我委屈，我就是委屈，就是委屈。求求哥哥别哭了，能听我说句话吗？皇上生气也有皇上的道理。你还帮他讲话，我不听了，不听了，不听了。可是皇上的道理比不上格格的道理。格格真是为二哥和亲哥儿着想，这要成人之美，也只有格格这样心地善良的人，才会这么卖力地帮别人。可皇上呢？皇上生气也是因为对亲哥儿的爱之深。爱之深就该有勇气，干嘛为了当皇上不敢娶下自己心爱的女人？这就是皇上的无奈之处。人呐，总有两难的时候，比如我。你说呀，比如你什么？比如我知道格格的好，可我曹营终归是个奴才。你在我心里不是个奴才，你就是一堆扶不上墙的泥巴，一个提不起来的豆腐，你就是一株派不上性命的狗屎菜。皇上，不去和亲哥哥说句话，奴才知道皇上还喜欢亲哥哥，那为什么不？你以为朕什么都能随心所欲吗？奴才知道，亲哥哥是汉人，皇上位于祖制，可祖制是先人定的，并非改不得的呀。你说的没错，没有什么不可更改的章程，但朕现在还缺一份东西。皇上缺什么？一份盛世帝王的伟业。有了这份伟业，朕才能真的想去要自己想要的东西。那还要亲哥哥等多少年？是啊，还要让他等多少年？皇上，朕让你的曲子给迷住了。小二哥还好吗？时辰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等等，朕有话跟你说。朕想了很久，也许早该成全你和二哥。这是朕的真心话。我已经告诉二哥了，以前的亲格儿已经死了，现在的亲格儿只为他的阿玛活着。你不能这样想，你只有找到好的归宿，鳌拜伯伯才能心安。皇上，不要再说了。不，朕一定要说。这辈子，你是朕唯一心仪的女人。朕曾经发誓，要让你这辈子过得快快活活，但朕不是个好男人，因为朕的肩上太沉重，朕不能像个普通人一样想爱就爱，所以朕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伤害你。朕想让你得到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东西。和纳兰相比，朕的二哥虽然才华并不出众，但他更让朕放心。皇上的心，我亲格儿领了，可是请皇上以后千万不要再提这件事。为什么？也许皇上会想明白。你以为朕是口是心非？今天答应了你和二哥，明天就会去记恨他，去伤害他吗？你太小看了朕。你就等在这里。你听到了吗？朕去就来，你就等在这里，朕马上回来。
老祖宗，皇上来了。孙儿给皇上来请安了。这可不是请安的时辰。皇上坐。端美那丫头，找皇上生气了吧？皇上哪知道这件事了？我知道什么呀？端敏来找孙儿，让孙儿成全亲哥儿跟二哥。这丫头啊，人大了，也懂得去管别人的事情了。皇上别去理会她。不，端敏是份好心，说的也有道理。孙儿也是来求求皇上奶，就成全了他们吧。我记得这件事，我可对皇上说起过，福全不能娶亲哥儿。皇上奶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可以对端敏说，不是皇上不答应，是华奶不答应。孙儿向皇上奶保证，我是真心真意要成全他们的。皇上的话，不是我不信，可是皇上你啊，你太像你阿妈了，你敢说你的心里已然绝了对亲哥儿的念头？我老了，可心里不糊涂。眼下你不能娶亲哥儿，是因为你是皇上，你刚刚主了政，还不能破了祖宗的规矩。可华奶相信，总有一天你的翅膀会长硬，也总有一天，你会像你的马夫一样，龙驭群臣，指点江山。大清的规矩，就会依你而定，依你而变。若是到了那一天，你就会恨你的二哥，恨他抢了你心爱的女人。不会，孙儿不会嫉妒自己的亲哥哥。皇上可以这样说，华奶啊，却不能冒这样的险。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。皇奶，孙儿已然答应了亲哥儿，我是皇上，我说的话，这个皇上不必为难，我可以对他讲。如果孙儿执意呢？退下。孙儿错了，孙儿不该背你皇上来。奴才给二哥请安。起来吧，皇奶在吗？皇上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和老祖宗争抢起来了。二哥还是先候候吧。这没你事儿。这。皇奶，好了，不说这些个事儿了。庆南三藩那边的情形怎么样啊？有些让人疑惑的动静。这吴三桂私自扩兵了8万，还用重金从南阳购置了火器。这件事情也搅得我睡不安宁。皇上有什么打算吗？孙儿正在谋划。索图和明珠怎么说？他们2个意见相左，一辅一搅。孙儿正想来问问皇上奶呢。这三藩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光靠扶是扶不住了。早早晚晚，是咱们大清的祸患。皇上奶说的对，孙儿早有撤藩的打算。一个撤字说起来容易，这3个藩王都是能征善战的老将，过去朝廷有鳌拜，倒是可以镇住他们。可是现在，皇上奶不相信我们的8旗铁骑吗？九乌战事今非昔比了。皇上可千万不要轻敌，兵要练，粮要屯，还要说服天下汉人
不受他们的蛊惑。这些孙儿都想了，明珠正奉旨起草一份平藩的方略。方略再好，皇上也需要时间。皇上要有一个办法能稳住他们。这三藩是以吴三桂为首要，得有一个法子，使他们不能拧成一股绳。这恐怕很难了。从平南王尚可喜入手，他胆子最小，也最忠于朝廷。可是他儿子尚之信年轻气盛，而且和吴三桂交往密切。对，我要说的就是他的儿子尚之信，只要能拢住他的心，他这一番就不会投降吴三桂。皇阿奶有什么好办法？可以把一个人给了他。谁？青格尔。青格尔。皇上知道，青格尔生父是名将沈君，而沈君是当年尚可喜最好的朋友，既是挚友之女，又是当今的皇哥哥。如果把青格尔给了他的儿子尚之信，自然可以起到恩威并济的作用，至少可以为皇上平藩，赢得预备的时间。可是，你以为不妥？是为了你的二哥，还是你自己舍不得呀？孙儿实在不忍心把她嫁到千里之外的广东去。这是我料到的。尚之信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有什么资格娶朕的青格尔？他当然有资格。平南王有精兵几十万，但尚可喜年事已高，这大权迟早要交给他的。那孙儿现在就下令撤藩，他们要是敢造反，孙儿就御驾亲征，率8旗精兵去剿灭了他们。皇上好大的威风啊！你知道现在全国可调兵马有多少？若是和三藩开战，又需要多少？别说打仗，单就粮草这一项，皇上撑得起吗？难道我堂堂大清就打不掉几个藩王啊？这件事我已经让人去问过了鳌拜，让他替我算了一笔账。皇上自己看看吧。孙儿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，但是孙儿平藩的决心已定，我会想出办法的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皇上可以想办法，可是皇上需要时间啊。需要时间也不能把青格尔给了他呀。你的皇阿奶还是没有想错吧？皇上的心里还是放不下青格尔，这就是我反对福全取下青格尔的因由，也是我要把她远嫁的另一个原因。这样既可以安定尚可喜，又可以让你远离荒唐，一心一意做个好皇上。不行，孙儿不能拿青格尔一辈子的幸福去做交易。她嫁给尚之信就是不幸福，嫁给你或者嫁给福全就是幸福。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，青格尔心里根本就没有你。孙儿给皇阿奶请安。起来，起来。你的脸色那么白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孙儿都在窗外听见了，恳请皇阿奶成全我和青格尔吧，宁愿放弃王位，离开京城，走得远远的。二哥，这使不得。老师，你答应过我，我是答应了，但我没答应你离开京城。我舍不得他走，我不能永远看不见青格尔。福全，你真的肯为青格尔放弃一切？真的可以为青格尔永远不回京城来？皇上，看在你二哥这份痴心上，我看倒是可以。不，皇上，你不能出尔反尔。真是皇上，真就出尔反尔了，你怎么样？我真后悔。后悔没有谋臣篡位吗？皇上，二阿哥，你们别气坏了老祖宗。那青格尔的确不能留在宫里了。皇阿奶，就算不能成全我，你别把青格尔嫁到广东去，求你了。你们爱新觉罗家的男人，怎么个个都是情种啊？起来，都起来！青格尔是我的干孙女儿，这个主我做了，下嫁上之信是为了稳住三藩，是为了我大清社稷。这件事情，你们不必再说了。苏沫儿，我累了，替我送送皇上吧。是。
格格，皇上也许今天不会回来了，咱们回去吧。青格格，城郊别院派人来报，敖大人身子不适，已经2天没进水敏了。快给我备车啊！这，皇上，皇上等等，我求你把青格留下吧。要不是因为你，皇阿奶也不会赶走他。你去，向皇阿奶保证，从此不再见他，永远不再想他，这是能留下他的唯一办法。三弟，只要不把青格嫁到广东去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求求皇阿奶，收回成命。这没有别的办法，真也说不服皇阿奶了。皇上，纳兰性德奉旨觐见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奴才叩见玉王爷。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。皇上这样急着召我入宫，出了什么事情吗？有一件事，朕和福玄都没有想出主意来。皇阿奶要把青格儿嫁给荆南王的儿子单知信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老祖宗把他留下？是啊，你说呀。老祖宗果然圣明，把三藩分而治之，稳住尚可喜。我们要听的不是这个。奴才明白皇上和王爷的心，可是这事关朝廷大计。这是朝廷大计，但也不能委屈了青格儿。朕迟早要对三藩用兵，到时候青格儿在那儿，你让他怎么办？你让朕怎么办？奴才明白，大战如同水火。你既然知道如同水火，就快拿个主意出来。奴才人微言轻，如果皇上和王爷都说不动老祖宗，朕不是让你去说，朕是问你有没有办法。眼下能劝老祖宗改变主意的人，恐怕只有一位了。谁？幽禁在城郊别院的鳌拜大人。说得好啊，鳌拜，我们怎么把这方神圣给放在脑后了呢？对呀，朕怎么也给忘记了。杨九公，奴才在，你快去看看，青格儿是不是还在花园里？奴才听说青哥哥出宫去了。去哪儿了？说是鳌拜大人已2天水敏不进，怕是病入膏肓了。皇上，您看，慈宁宫的马车。大人，喝了吧。那走吧。喝了会慢慢好起来的。谁来了？去看看。是，大人。像是宫里来的人。嗯。大人！皇上，奴才只是骑得猛了些，奴才叩见皇上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真不知道鳌拜伯伯病得如此之重。奴才没有大碍，没有大碍。皇上还好吧？还好。玉亲王还好吧？鳌拜伯伯，快，躺下说话。朕在皇阿奶那儿看到了你上的折子。其实朕早就想就平藩一事来向伯伯问计了。皇上言过了，鳌拜足不出户，哪里还能讲得出什么高论？依伯伯之见，这平藩之战，朕的胜算有多少？胜算嘛，自然是在皇上这一边。不过皇上能操之过急，
我大清入关多年，刀枪入鞘，马放南山，军力早已大不如前呐。而三藩地处边陲，剿匪之战常年不息。吴三桂尚可喜更精忠，这3个人都是两朝猛将，皇上不可小视啊！不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万万不可弃兵。那朕要用几年的时间才可以起兵啊？整军屯粮，怎么着也得个3、5载吧。可皇上不必着急，这3个藩王都已年迈，只要拖上几年，双方的实力就会此消彼长，战绩就会不期而至。奴才以为，皇上还有比整军屯粮更重要的事。伯伯请讲。朝廷上的那些个王爷们，他们以乐乐为首，都不甘寂寞，都想左右朝政。对于这些人，皇上既不能以他们为敌，自然也不能过分的倚重他们，恩威并济才为上策。敖伯伯，你还不知道清阁的事儿吧？啊，是这样。皇阿奶打算把清阁下嫁到广东去。敖伯伯，清阁不能走啊！平凡只在早晚，你不能让他入虎口啊！可能皇阿奶有皇阿奶的打算，但是现在朕和三藩势如水火。如果在这个时候把她嫁给尚可喜的儿子，朕恐怕……敖伯伯，请你求求皇阿奶收回成命吧。是啊，现在也唯有您可以说动她了。看来奴才是该给太皇太后上大车子了。老祖宗，青格儿来了。青格儿给老祖宗请安。这么晚了，老祖宗这儿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听说你阿玛病了，病得沉重吗？多谢老祖宗惦记。阿玛他老人家，丫头，别难受了，咱们请最好的太医去为他诊治。阿玛本不让我把他的病情告诉老祖宗，他不想惊动宫里的人。苏沫儿，快给我青格儿丫头传些宵夜来。是。去，把点心送来。来，坐到老祖宗身边来。每当想起你阿玛，我这心里啊就难受。少了她，咱们大清国就少了一根擎天柱啊。眼下皇上就遇上了一件天大的事。边吃边说。多谢老祖宗。你听说过驻守在广东、云南、福建这3位藩王吗？这3位藩王都是以吴三桂为首，他们是为咱们立下过大功的悍将。咱们大清国没有亏待他们。江山初定之后，给他们各个封王封地。可是人心不足，蛇吞象。他们是要谋反吗？现在还没有到这一步。皇上立志撤藩，可撤藩总需要做一番准备，否则便是一场动摇国本的祸乱。可是我担心，如果举措不当，大战便一触即发。老祖宗像是要孙儿做些什么？好个冰雪聪明的孩子。不过这件事情啊，老祖宗可不想勉强你，只要你摇个头，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过。老祖宗说，孙儿在听。
对三藩分而治之是上策，所以我想用一切办法恩威并济。广东的尚可喜和你的生父曾经是至交好友，与越南的平西王早有间隙。他的儿子尚知信，小的时候我见过，是个不错的孩子，所以我想把你指婚给他。皇上，伯伯，奴才有话要单独和皇上倾谈。好，你们先出去。奴才自知将不久于尘世了。不，这是什么话？请皇上听奴才说下去。鳌拜虽然远离朝廷，可大事小情也有所耳闻，一切都是奴才感到欣慰。天下安定，百姓富足，皇上处事得当，越加练达。我大清的一代盛世已然是触之可及了。伯伯过奖了。朕每日都在惶恐之中，还有很多事等着朕去做呢。这样的心智就好。今天是想跟皇上说说自己的事情。伯伯请讲。奴才一旦离世，伯伯千万不要这样说，朕会派最好的太医来。再好的医道，也只能是治病，治不了病。奴才知道。大限不远了，奴才只恳求皇上一件事，在鳌拜离世之后，千万不能提奴才翻案。三藩的事情在前，朝廷尚不稳定，皇上正需扬威立万的时候，千万不能因为鳌拜的事情再旁生枝节。伯伯，你就知道皇上要说什么。才临终之前对皇上的唯一所请，一定要替皇上点个头吧。好，朕答应就是。朕知道伯伯会担心青格儿，请伯伯放心，即使朕不能纳她为妃，朕也会永远把她当做亲妹妹。只要朕在，朕绝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皇上是一朝天子，在任何时候都要以天下事为重，切不可将新格放在心上。奴才是疼爱他，可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懂得给自己怎么走他自己的路。朕已然亏待了他，请皇上回宫吧。奴才这里本来是不该来的，万一传扬出去，就会引起诸多的麻烦。伯伯，朕也有计划，请伯伯先受朕一拜。哎呀，这怎么担当得起？这怎么担当得起？朕此生最愧悔的一件事，就是取代了伯伯。不，伯伯难道真的不记恨朕吗？不敢欺瞒皇上，当初是有些愤懑和委屈，可事到如今，才想明白了。皇上当初虽然是莽撞些，但毕竟对朝廷、对祖宗的江山还是有利的。奴才虽是一片忠心，毕竟是一介武夫，我朝年独揽朝政，会对大臣的积怨越来越深。皇上不但得不到历练，天下也不能长治久安。
皇上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再放在心上。皇上捉拿权臣鳌拜，你也是永垂青史的一笔。奴才在九泉之下，你绝无怨言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只要你摇个头，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过。青格尔的命是老祖宗救的，我答应。我的好丫头，你能答应，我就心安了。要是皇上那边，老祖宗放心，青格尔知道该怎么做。皇上，这敖伯伯的折子究竟怎么写的？这是给皇阿奶的折子，看看咱们也好安心呢。曹寅，在。明日一早就把折子给皇阿奶送去。皇上，这本就是呈给皇上和老祖宗的。太皇太后将青格尔指婚给尚之信，是部极好的举措。恩威并施，乃平藩之要策。自然，奴才也理解皇上的一片苦心。人有百年，自古如是。奴才苦已无法再为朝廷效力。若青格尔能尽心，也是奴才之所愿了。这鳌拜真是老糊涂了，他不顾青格的死活吗？出去！干什么？这就去找敖伯伯。站住！陈九公，奴才在。把酒来。这。二哥，咱们兄弟俩有多久没痛痛快快的喝上一趟？坐。你们俩也坐吧。这。把酒满上。喝呀！朕的话你没听到吗？喝！今天痛痛快快的喝。莫非皇上又变主意了？皇上，没错，真是变主意了。你，王爷，二哥，你告诉朕，皇阿奶和鳌拜都是青格尔如同心肝一样，他们这样做
是为什么？他们是为了朕的江山。朕不能愧对了头上的皇冠，也不能愧对了我爱新觉罗家的诸位先祖。你就不怕愧对亲哥吗？难道爱新觉罗家的江山就要担在一个女人的身上？皇上，别喝了。你想想，这平凡的大战一起，亲哥却在靖南坊手里，这岂不如同肉在岸上，任他宰割？他敢！谁敢动亲哥儿一下，朕灭了他满门。那么说，你还是甘愿把她嫁给那个混账上知信？他绝不是亲哥爱的男人。你知道亲哥儿他真正爱的男人是谁吗？不是你，也不是朕，是他。纳兰性德这个臭东西。知道，我知道。如果一定要把亲哥嫁出去，我倒宁愿老祖宗把她给了你。岳王爷，您喝多了，不能再喝了。好主意啊，二哥，你给朕出了个好主意。皇上，纳兰性德，朕就便宜了你。去，现在叫你阿玛一起去求老祖宗，快去！皇上醉了。没有，朕没醉，朕清醒得很。你现在去跟你阿玛说，就说朕颁下来旨，叫你娶下亲格儿。听见了没有？快去！这好主意。来，你和青格儿两情相悦，可眼下是什么时候啊？平凡之战就在眼前。太皇太后为了江山的社稷，把青格儿下嫁给上知信。可你横插一杠子，这样不但得罪了太皇太后，还会授人以柄，让索额图大做文章。哎，更何况皇上只是说的醉话。儿知道这是皇上的醉话，可是儿就要把这话当成真话。你疯了呀！我已经几次对不起亲哥儿，我不能再眼看着他落入虎口。皇上和二阿哥，谁也舍不得亲哥儿离去，可谁也没有办法留下他。连皇上都没有办法，你就这样异想天开呀？不管是不是异想天开，儿也不能放弃这最后的机会。阿妈，儿决意在老祖宗面前为亲哥儿拼死一搏，求求阿妈成全我吧。若是阿妈不肯答应，儿就死在阿妈面前。朕喝多了，朕真的喝多了。哎，曹寅，朕昨日醉酒，没说什么不妥当的话吧？皇上和二阿哥把亲格儿给了纳兰性德。哦，朕说了，皇上让他告诉明珠。不过这事儿，龙三亮他们不敢当真。你说的没错，就算是朕敢让，他纳兰性德也未必敢接。二哥，真是一场醉睡。不行了，
上茶。皇上，昨天咱们是不是把青阁许给纳兰了？啊。皇上，后悔了。两害相权取其轻啊！若是把纳兰和上知信相比，为了青阁，我们也只有做这样的选择了。想不到二哥对青格尔用情如此之深。这样的结局，对皇上和我，也兴许是最好的一种解脱。你安安稳稳，好好做你的皇上。我这个做哥哥的，也再不会为这件事儿觉得愧对你。现在这么说，为师还过早。你怕老祖宗不答应？先不说老祖宗，就说明珠也不是个糊涂人呐，他应该知道这件事的厉害。皇上，纳兰公子来了。奴才恭请皇上圣安。怎么样？奴才奉旨回去禀报了阿玛，他老人家得知皇上和裕王爷成全了我和青格尔，非常高兴，再三要我叩谢皇恩。他非常高兴。是。哦，起来吧。莫非皇上变了心思？朕是朝令夕改的人吗？不过这件事，朕一个人说了也不算。奴才知道，奴才的阿玛正在府里拟写给老祖宗的奏折呢。朕说的也不是老祖宗，朕还要问问青格尔。你，难道你昏了头？我们的儿子怎么能够娶青格尔？那是皇上和二阿哥碗里的吃食，你这不是引火烧身吗？哎呀，我答应这个畜生我就后悔了，你就别再说什么了。我说什么管什么用？你得赶快给我进宫去。迟了，迟了也得去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件事情成真。唉，这个孽障已经走火入魔了。我就是把他拖回来，他还会再生是非。我们要想个办法，断了他的念想。办法我倒是有，就看你肯不肯。我为什么不肯呢？说呀！宗台，我有话要说。皇上一早醒来就后悔了，这件事儿你可千万不能当真啊！皇上金口玉言，何况这是留下青格尔的唯一办法。只要皇上后悔，就没有什么金口玉言。你有多大的胆子跟皇上争理？兄台的个性我知道，你什么都可以豁出去，可你也要想想你的阿玛。鳌拜就是个前车之鉴，还有你的表妹惠妃，你得罪了皇上，他笃定就会受牵连。我可是一片好心，兄台三思。皇上，不可再犹豫了。皇上要说服青格尔，错过这次机会，还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奴婢给皇上请安。你们都退下吧。青格尔，朕给你带来了2位客人。你这是？皇上应该知道，
我已经答应了老祖宗。你不该答应。我有不答应的理由吗？我现在的身份是宫中的格格，通过联姻为朝廷出力，是祖制，也是格格分明应该做的事儿。格格不止你一人，干嘛非得你去？王阿奶那边，我去说，皇上已然拿定了主意。听皇上跟你讲。皇上。这是二阿哥的主意。朕就是想来问问你的意思。你要是答应，朕就成全你。不用再说了，老祖宗的话不可更改。再说，我自己也很想去南方，想看看我生父生母住过的地方。不，亲哥，请听我们说。皇上已经答应了，皇上已经答应你跟纳兰公子的婚事了。多谢二阿哥和皇上的美意，可是我能不能和纳兰公子说上两句话？曹公子让奴才启禀太皇太后，皇上带着二阿哥跟纳兰公子在亲格格的房里说话呢。下去吧。这，老祖宗，皇上这是要……是有些奇怪。他带纳兰和福全去做什么？兴许是要他们一起去说服亲格尔留下吧。皇上会有这个心。不过经过这段时间历练啊，他要紧的时候不会犯糊涂啊。你差个人去看看。哎。启禀太皇太后，明珠有急事觐见。让他进来吧。这。苏沫儿。我猜这明珠也是为了亲格尔使来的，现在真是越来越热闹了。一个亲格尔，扯出这么多的人来。明珠叩见太皇太后。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我刚才看到你为难的样子，我能猜到你的心里在想什么。其实你不用顾及我，你不是还要参加科考吗？只可惜我等不到放榜的日子了。我知道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如果我说，直到现在，你依然是我最心爱的女人，你肯相信吗？可我自己却在犹豫，我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融入我骨血的女人？想当初，我的心还在慧儿身上的时候，你就把一腔情意给了我。为了这份情谊，你竟然在皇上面前也没有半点退缩。你爱的坦荡，爱的执着，爱的感天动地，你付出了太多太多。和你相比，我痛恨我自己。我不过是一个瞻前顾后、不值得一爱的男人。不要这样说。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段笔墨丹青、心心相印的日子，这就已经足够。我知道，如果让你现在就娶了我，你有太多的人和事要顾及。你要背逆老祖宗，背逆你的阿玛，你不能不顾及你的家人，甚至不得不顾及自己的前途。而且，你会觉得无法面对你所敬重的皇上和二阿哥。你说的都对，每一次愧对你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这些理由。可是，我该问问自己，我把我的亲格尔究竟放在了哪儿？亲格尔，你听我说，我再也不会顾及任何人，不会再愧对自己的心。走，去见太皇太后，求她成全我们，成全我们这对苦思苦恋的人。不，你会后悔。我至死不悔。可是太皇太后她也不会答应的。那我就变成一个孤魂野鬼，整日整夜的哀求她。不，你让我再想一想。
莫非你还不相信我？好，那我就抛开我的心，让你看一看。公子，你要干什么？松开！你真是。 亲哥们，臣明珠有事觐见。这是鳌拜大人呈给太皇太后的折子，太皇太后让臣转给你。不若，阿玛有天大的喜告诉你，太皇太后赐婚，把兵部侍郎卢兴祖的女儿给你。不，我不要这门婚事。闭上！太皇太后的旨意。太皇太后，皇上，朕都知道了。据朕所知，她是个才貌俱佳的姑娘。随你阿玛去慈宁宫谢恩吧。皇上为什么变了主意？二阿哥，皇上为什么变了主意？皇上，不是朕变了主意，这是皇阿奶的意志，朕帮不了你。去吧。 庆哥，公子不必自责。也许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个缘分。好，我去，我去。我懂得二阿哥的心，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庆哥。我纳兰无能也无福，就请二阿哥再想法子关照他吧。 阿玛，我猜出你去见了太皇太后，你不该这样出尔反尔。你是在把自己儿子的心放在砧板上揉搓。我去见太皇太后，我会对他老人家说，除了庆哥，我谁也不要。今生今世，我纳兰性德，绝不娶另外的女人。放了你！违抗太皇太后的意志，就是死罪。死就死吧，本就是一条不值钱的命。 谁想拿就拿去吧。纳兰性德，你的病真的就那么不值钱吗？别太任性，朕不会让你去死的。纳兰别无选择。以往我无数次让庆哥失望，这次只能让皇上失望。不单是让朕失望。 更是让你自己失望，也让青哥儿失望。你想想，朕有几个可以称得上是朋友、称得上是兄弟的人？朕还有很多开天辟地的大事要等着你一起去做呢。奴才从没有忘记过皇上的知遇之恩。畜生！不行，你还不回去转意？牵扯自己的性命，这不值得。 皇上，原谅奴才不识时务了。如果去对太皇太后直言，就是死，那奴才就在九泉之下向皇上谢罪，在九泉之下为皇上开创盛世，向上天祈福。你，青哥，你爱了一个你值得爱的男人。皇上，犬子无状，奴才有罪，奴才有罪呀！青哥，朕也是舍不得你走的。看看你阿玛留给皇阿奶的折子吧。太皇太后将亲哥儿指婚给上知信，
是部极好的举措。若亲哥儿能尽心，也是奴才之所愿了。嘘，青哥，小点声，我不能留在这儿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轻易的离开。没事吧？疼不疼啊？哎呀，你让我看一下。慧儿，慧儿，慧儿。青哥，不要这样，这是在宫里。你告诉我，非亲哥儿不娶。你这孩子有这份信心，这份勇气，倒真是难得的很呢。起来吧，奴才坐下，坐吧。我让你坐下，你就坐下吧。谢老祖宗。我听人说，你是在满人家的大才子，该知道孰轻孰重。亲哥儿远嫁是为国尽心，难道一个男人竟要屈于一个巾帼之下吗？老祖宗，况且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也是要讲的吧？不能只是有着自己的性子。我听你阿妈和额娘说，他们看中了兵部侍郎卢信祖的女儿，我看这倒是个不错的姑娘。她进宫陪过端敏，长得又好看，又知书达理啊！我还听说她喜欢读你写下的长短句呢。这倒是门不错的婚事。老祖宗，我人已经接来了。素沫儿，把那姑娘去请出来吧，让这两个小东西看看我的眼力。是。来。奴婢恭请老祖宗圣安。免了，免了。起来吧。谢老祖宗。丫头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纳兰公子。丫头，好不好？摇头不算，点头算。我不勉强你。你呢？没什么话好说了吧？好了，这个月老我算是当成了。按汉人的讲究，婚娶之前小两口是不能见面的。咱们满人家没有这么多的规矩。回去告诉你阿玛和额娘，下月初3是个好日子，皇上会亲自为你们主婚的。谢老祖宗。素沫儿，送龙姑娘回去吧。是。
你们这些孩子啊，让人操不完的心。我知道你们去见了鳌拜，也知道皇上说了些醉话。纳兰呀，我这样做，一是为了朝廷，二是为了皇上，三也是为了你这个小东西。很多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情字上。至于青杆儿，他已然答应了我。老祖宗，他是不得已，他刚才已然被我说动了。他不可能被你说动，因为她是个懂事的姑娘。你也不要怪她，她这样做也是和我一样，为的是朝廷，为的皇上，也为了你。我不欺瞒老祖宗，他刚才就是……老祖宗，青杆儿到了。青杆儿给老祖宗请安。免了吧，丫头，你来的正好。听说你刚刚改主意了。阿玛的折子我已经看过了。老祖宗说的对，青杆儿下嫁给上知信，心甘情愿。你根本不知道上知信是个什么样的人。青杆儿，跟我一道求老祖宗，让他老人家成全我们。青杆儿，青杆儿，刚才我们说到了你的顾忌，其实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是可以毫无顾忌的。我不希望皇上和二阿哥为了我反目成仇，不希望让我阿玛失望，更不希望你为了我毁掉一生的前程。我不要什么前程，我只要你，我只要你青杆儿。可惜在这个世界上，并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。就算我们真的在一起，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伤害了本不应该伤害的人。今儿，我已经看到了真正的你，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老祖宗，青杆儿决定的事情，就绝不会反悔。只是，在启程之前，我不想再见任何一个人。青杆儿，我求你再好好想一想，想一想。苏沫儿，带他回府。是。公子回去吧，走吧。青杆儿，你记住。不管你走到哪儿，不管今生今世还能不能见到你，你永远是我纳兰性德心中最爱、最爱的女人。刚才额娘啊，亲自到龙府下了聘礼。哎，我见到蕊儿了。哎呦，她可真是个美人坯子，唇红齿白，眉清目秀。哎，最可人的就是她那副乖乖静静的样子。有了这样的好儿媳妇儿，额娘我呀，打心眼里都乐开花了。哎，额娘跟你说话，听到了没有？你可不能够死牛脖子拧犟筋啊！哎，那青杆儿它有什么好的呀？额娘，好好好，额娘不说了。哎，你的喜袍、作凤都送过来了，回房试试吧。啊。